水晶名家新沙名头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名家名头。我是上海平台头的高博文。为了庆祝上海平台头建头60周年，名家名头栏目精心制作了5集台视流派周菜。今朝我们来欣赏朱水晶先生的经典。是推了波楼山。
吉他翻。老爹呀，云人体里的本妈妈总算不得对呀家乡。长生不换不风里呀来。朱世金先生7岁是跟在养父智勇法学院，9岁登台，13岁正式与养父拼打是沙金鼎灭军锋。2年之后，是从沈九先生开始是针治他。1951年与各方师弟郭炳群先生拼打，昨日最红。第三是女性，担任的却是上水。气魄豪迈，阳刚十足，动作洒脱，中空自如。你让声调的基础上，接受语调、和调的唱腔，融合一体，唱得出了基于声调清澈流畅、最最明化的特点，也有气势而放、爽朗勇毅的风格的新流派唱腔，经典。哎呀，小姐呀！想要的是我特地装的来把戏，真是你们非
富士的富飞来没有扎，丫头的脸那是白皙的呀。究竟什么喜事来？但还有一笔，一说后来那七分珍惜七分惜，还比那么让你个皮嘴般说呀。心口七分是，还比那么费力的云山一大家。七分所见，七分是。多些个风筝一次拿，七分口臭，七分稀，还比那么穷虽在里些的哦少。难得七分是，还比那昔日风尘一开花。我是关中富士大院中去。两朵花嘛，花几风，一季新家。下弄菜饼，还下深深一。诗人我们本来是的家人呀。红绳来弯弯，咱们阴阳是真不认差。哎，落云的大公家嘛，是否我猜着我的哇？他的一种药剂里归呀中西。风一家，我们时儿相见来相识，面目音容人人的他，看起女人听一听他，曲子来中我分一分个他，识破饭子。真是他，不问我们相亲的动人去相见他。你去看看他，认认他，记记他，你说说他，喂喂他，问问他。为人英雄不让他要苦问谁去相求他？我是个真，我是假，不大有总不记他，你不问更于是不懂。快下去，为地这种他啊！今天
具很大的可塑性，你既能反映艺人本发的情绪，还能表达悲切哀忧的个性。刚刚播放的是张代把戏，你所在的是政治他当中伶俐聪明、活泼调皮的阿头彩萍的形象。但是在让方清见娘的位戏当中呢，朱老师所扮演的也是不法小小、历经沧桑、死而心切的方太夫人。搭里合作的是西代唱诗人谢小青先生的女公子谢伟君老师。谢老师的琵琶既保留了西派琵琶风格，也有女性琵琶随和的色彩，刚柔相济，恰到好处，被听众称为女琶王。你搭谢金老师的合作可谓相得益彰。啊，各位老太太在的水，请快水进来吧。是。这个人大为母命，今朝福地之事用，母亲娘啊，孩儿真报来方清大胆里讲，走过了江头的一幕，不，伤心怪想，谁因几步上的凄凉的水，血泼泼过来。哦呀，母亲，娘了！老太太，死吃了有时间。哎，我个人啊，看上去也是夸张。弄得来年轻一把在做梦，差不多夸张。咦，从那个档口听见一声，各位老太太在里水，请快水进来吧。彩萍的声音哇，吓了人啊！刘来上母亲娘了呀，你知哇？到底是谁听懂几话说了嘿？这三娘是上有分听记者，听到你都过来三个吃个台香给来有外围，这过到底真正哟，我非给他的做梦啊！那是你自家不相信自家，是像眼眼辰光嘛，挂一个黑影扑进来，打自家门前，将某对老娘子水搭上来，楼台楼娘，第二三娘子出开门吃走。分做梦10年儿子来着，哎呀，儿子啊，我当然是一个这样，上来今朝晚晚的来当我娘帮队的了。看见儿子来，当然心里想万分的考虑，但是万分考虑的当中，包含着万分的伤心，也想害上儿，那也想害得成。加上我弄里3个月样么子10日了还，他不用并子娘半日天给开气神一人，方式哭出声来，儿啦，红豆，我那子
细，海北人来花儿郎，嘛山水谁来风靡嘛？一想看不出，所以说眼睛当着这里，狗血不让眼里和无日怎么更高无度，看不出呢？我虽然代表眼睛，摸上去嘛，哎，只瞧摸到儿子个面孔，摸得得，挖得多，壮得肚子，身体美好嘛，大一定心。想想儿子啊，儿子那真正听的呀。几年功夫，年复走来，心啊不背负啊！你不想想我娘年纪大这样，如果遇上虽然两个心都不松弛，还是那母亲的儿郎是。娘在故乡，女儿在外。我们还比嘛风中之竹，插上的山，山风开水也早晚。大山羊，一共下到那楼都举松顶，为儿那风凉，听得那么凉凉晒晒，一大肚上失望的节，我儿郎是的你们女大个中道性命伤。精神总来在地，婴儿的金扎大香烟，遇得总来继儿娘。他说你们这个一年一瓶啊不在。上一想儿子的嘛披麻个带下来哭一山。真治他当中的方清见姑娘，可以讲是个大班子，还是最受听众欢迎的侄子。1984年，上海平台头春节头保卫了。朱三金、三位军到城西有三位老师三姑党合设了一位见姑娘。那么三位呢，侪是真治他的名家，也侪是他王生已有33亲的仇人，是非常难得也非常珍贵的一份艺术资料。我来看，哎呦，神奇的啦！今朝东北的伟大的方清的确和从前大不相同。他们没否认，
心飞落一样。他面目拘束，风所起，身在两臂心上。可里举止运动，一路过爬，非常别讲。组织过在，那么得跟我连着了眼睛。我组织过哪里？啊，说的出去拍马屁哎，对个。哎呀，没。为啥么？死的人的心实在活不够。想想取这个我的还有的，非了一个神奇长出来的家。总之，但是愿意长着人家来迷惑我，让我上当，个么事也讲不得。不过你不做过哪会得来个呢？哦，啊为这么能来个？不要他们偷得我家财，与手不费。痴心的妄想来作动我身，你到过么分钟想得起来，我还做自家，这咋几子不可不帮啊？那么加上来放清在，你组织过来，让我能一句话，你不要我要我不来的来。你是门在走亲，不等不及，今早当呀，霸当。别自家，别自家养我能是，不对了，想过人家虚想。你们不认命，我不家教儿子，我人你们养那个贵重两兵。送地去，哪怕是么女婿思量，岳父个班，莫怪我是小心可以的恶狗娘，我也与你烈烈轰轰那一上，哪怕兄妹生的是比太平长。朱世金先生所演唱的神调，还有其个人的风格。是神调的才力，也有情调的特点。以上一个艺术家才赋予创作精神。里头呢，侪是从素材人物出发，有保持自家独特的韵味。像同样是一场神调，吕天云、蒋玉蕤、杨振勇、倪水亭、周云在、朱世金等各位名家，侪各有特色。真知他当中的四儿是京派神调的代表作之一，别具一格。
那定是万分情悲念。我们三世情啊心，想不醉，大回来是一等人，不忘魂，岁岁月灵人，悄悄听。听他们的拟经声，抽身一世身。我非必死儿不为己，那梦文中，我是在太平城。娘这不自多金那母子身那是心神人。我在梦文中不觉得分离口，哟，手里心那梦一心。继续心事你好比梦，记着梦中你好比心，我滴滴答答恨梦神你够讲，哈梦动人心。但有今夕呀，30万两梦，一梦也是否心神的此生，有做梦中生，但有梦中儿杀不了梦中情。知识经先生退休之后，不够什么，因所在平台头的差三九之一，也大力拼打是上片台是马丽君。那么我们平台的行话说，无一部上片像无一副骨头，你以花甲开昂的年纪，放弃了失了一生，花了极大心血，使其功成名就的真治他良作，而再去写一部自家从未写过的新书，搿是要好等的勇气，也好激活精力。但是你凭借自家深厚的艺术功底，照样取得了成功。好神啊！
女官与女干，王一王他一王的身旁必有女官的。不过这女官呢发起作用，只不过记录皇帝他一个种那生活起居。现在讲起来个秘史，那么女的诗人，搿辰光称为是女士，女士法进考上，因为官不让男人摆脱个这样。我那个大进爱女官呢，大鱼干。武则天立做女王的辰光，随风来批女官，打下牙关嘛，随里随当那个女官，而且做得清查都认得来。口说时机不然，都可以。等到了一时，这个自动呢，随时非是他，而且另外不被人家摸了呀。是他们北部国家是一个都在四顾必须呀。其名是走过需要口上的，非则你们谁与谁话也难做个官，因为考上总不考女儿。有啥大不了？本人啊，还做官，这个苏东坡有啥安姓诗啊？家身家身子方聪明，我辈聪明我一生。但愿我儿斗女本，父在父内大风清。本人家养子女子，希望我聪明的，将来嘛读书读上去，能够嘛得功名。我受得聪明的在。对我们稀少很少，所以希望我的儿子呢本地，到现在把人家过得两地了，把他机会能够让青年做到公益家家，也为可知。不要说别人，谁是我们作为当今皇上啊？怎样？他也不是个聪明之神啊。请客细细。非要进哪地方？给你刚刚非要进给，你想。他天性善意，一言忠良，下至必婚，落地有养。我为玉萍，明明容易我身，他为使你不决，不许我开放。是这样遇水挂钩之人，做到具有之争，他不做到在他的母语吗？啊！皇帝这个本皇帝们做个不并不有啥大不了。为他们孤儿开下沙位，人民救济不许他。我做过目的为了啥？要当王父母们并非有约。为天下我们扬眉吐气，我不并不有啥大不了，我为要走上去的。
难道你不要下锅包就有难道你这做夫妻不做官，难道你要结婚逃避来养官？你说，刚我不要做官，但你夫妻做我妻，手中这代不可能的呀！你们反问，不敢夫人走，我们爱心实然，做大不是你吃酒鸡，我也不罢官，我要把我自己做好官，我要自己灭杀头官，我要走一走。朱三金先生留下了很多传统及现代的开篇佳作，像《三湘哑语》《卡红》以及《南泥湾》等。其中《南京路上哈巴里》是离现代开篇当中代表作，利用热情奔放豪迈的情调，唱出了哈巴里艰苦朴素、一人不如的革命精神，充分发挥了情调的特色，听来也十分鼓舞人心。红旗，红旗，随风飘扬在瓦铺边。深深正把红旗开，公公称在哈巴里，家方上海功劳大，南京路上乃是一个英雄里，保卫上海责任重。南京路上好巴黎，好巴黎，能是模范。娘为哈巴里动人，自己开心。知识们，这样已经成风气。花的鸡毛线，这样分得来的扎在，同志们既送衣裳又送鞋，死得那么实在的同胞把滚楼梯。心生意动，恰难移门。
么家境与爱心心呀里。知识们克己为公，神习惯。虽是一寸布，一斗地，一滴水，一分血，生命的血不肯浪费一滴滴。实际斗里进工作，夜来学习一时周年，历得今日家计也没空闲，为呀义父拉动去种地。现在是中国建设飞呀进，部队里物资供应虽然已经生松前，但是战士们作风依旧是当年把两么光荣的手痛飞登。应该用力好把力，吃口大的用心细。莫饭里好把力，从家里相依之间。与两你好把力，那为啥如今路上都西？乡里里好把力，地家生财把过今天。可了你好把力，光辉榜样记心人。活了你好把力，所谓风气改变。南京路好把力，我在天边送饭个边，再不让你享受在人后，送不让你吃口抢在心。你哈比一面红旗当空，风
来记，用心年年能。那今朝节目的最后，请大家欣赏198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朱三金先生演唱了一曲新开篇《迎春曲》。这首开篇表现了祖国繁荣更新、春满人间的喜庆气氛。神